来看这个较感动人的新闻，这是来自台南15岁少年囡仔小鱼小怡，这个月23开始以步练环岛的旅行，因为台南出来沿路一直行，向南边行，今日只是第8天，已经行到屏东的恒春。这9天的半路有拄到真侪热心的民众，因发现讲，这个少年囡仔伊的这个行李有搭一个房啊，顶面写讲15岁环岛梦带阿嬷去旅行。原来这个小怡的阿嬷当外前过身，伊在生的时真少出去佚佗，伊决定揸这阿嬷的相片环岛，和真侪网友真感动。向前行，虽然唔知影未来安怎，唔过要是继续行，因为这是甲家己的约束。伊是15岁少年小鱼，这个热天伊启动伊的行路环岛梦，而且是甲阿嬷做伙。哎呀，过一礼拜呀，是写带阿嬷做伙旅行。就是他在他失智前，他一直对我很好。小鱼的阿嬷伫1年外进前过身，阿嬷在生时喊着出去佚佗，所以小鱼决定载阿嬷的相片来环岛。现在我也是觉得说他好像也还在，感觉还有在身边陪着我。6月23对台南厝内出发往台湾南部行，这一路嘛拄着真侪混乱。过程拄着真侪热心的民众，有人给伊饮料，有人请伊食饭，有人给伊烘拍的物件，大家拢替伊加油，嘛甲相片铺伫网络。小鱼环岛的想法感动袂少网友，小鱼嘛真感谢这一路加斗3工的人。如果有人遇到我了，我会很愿意跟你们拍照，就是麻烦就是不要散播到公开的场合，因为我不想给我妈妈担心，给我家人担心。网友分享伊的故事，为着避免引起争议，搁有误会，小鱼嘛伫面册铺文讲，伊毋是弱势，厝内经济无问题，环岛的钱嘛是亲人赞助的，请网友莫问伊的位，嘛请甲资源留予有需要的人。另外，小鱼行路环岛的旅行，按算要行38天，第8天行到屏东恒春。最迟时行到暗时，虽然予日头晒甲真疼，而且嘛予大雨压甲淡糊糊。小鱼享受每一个过程，用心记录每一天，因为这是一桩有特别意义的行程，是甲阿嬷做伙行的小旅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